家人皇帝一大甚至干不了妹子，规则基奴夫副代多人愚人中发生此恶。咁么哪启发呢？哪启发嘛？我王方接到里向，皇帝想着最大个，妹子是个女，不大方便，女扮男装，王方去买一套读书相公的衣裳，到辰光门闸走来让伊儿去。关这个车夫送礼到基奴夫府台衙门，一切与王方去准备。娘儿子太太刚刚伊儿结归识相太太外头，一小尼姑实地来着，伊儿身上一身男装，车夫努力送到基奴夫府台衙门，伊儿下车，车子走去，伊儿忙在衙门口浪过来嘛，衙门口呢。个门工啊，坐那个门房里向，一看来个小伙子啊，忙从挨打过来，阿回来门信，伊得笑嘻嘻等来上来。一儿打上来，哈，门上的，不是，你去下来，你打上来了门信，客气的人年龄喊我上阿叔，不错个。俺不个跑上来门上的，哎呦，动气个了啊！三个我跑到马路上，碰上个老听众带真正我说是的，啥气的呀？本来个脾气结怪好，哪跑出来不得？但是，哦哟，对你毛毛但失礼了海话，哪位是我不为师啊？想想我父比刚刚带不进的辰光，对三失去，现在我王公啊进口在哈地上，失礼就去，但是，你哪位失主来弄不动了？你什么人啊？我乃钦差大人，叫你家大人速速成年。要是这个玩意钦差，你去想了哇？蛮好，你刚才是钦差，我不到里向，让大人出来。讲么钦差有三个，当然你大人良心好个，一个大香呢弄不香，那可以等屁股紧夹是一样的。哎，为子呢这个啊，不懂礼貌。哎，好，钦差大臣您稍待，您稍待，所去所来。本道里向包大人，基奴夫妇在愚人中，包毛斗争，收下了里向。啥地白马斗争？衙门逢三路军放高把警察放高把的日家，包毛斗争。三个你十四个上台门前上山抓好一样道理，令一打马上上台。门公报进来，后事报来，回大人，钦差大臣到。钦差的，嘿，蛮高兴。现在啥辰光？将近吃中饭筷子，现在钦差的不是升官就是发财好事体。来，是开正门，成年是大人成年人，嘎嘎嘎嘎嘎嘎，门一重一重开，什么愚人中打出来，大门口一看，钦差到几番造奏。那门口朗朗清清，来是钦差谁的好去？回大人，钦差就是他。砰，对不过来一个大小奴啊！生不可马下，戒指三十，下过一人中，念在钦差大人。继而安哈些。我是对击鼓头一击，基奴府台当我拉见礼在。哎呦，但是白州钦差规矩大不大懂，哪为礼呢？这一想，奴的跑地出来，总归不错的。基内府台罢了，气昏没拉的，我当两品啊，还我罢了，谁罢了？你钦差。都是钦差大人，
钦差大人，礼毕请。好，喜毕言女大。你当我别在家务办于啊？还不要去过里，到里下啊，钦差大人请受。钦差大人，陛下万岁，圣旨谁得何去？一儿想圣旨嘛，就是王兄帮我们一袋书信呀。啊，书信摸出来，圣旨在此。谁是讲弄出来的？一上吩咐，把香案接旨。香案摆好，圣旨香案供奉，三回举口，三个见过皇帝这个书信拿过来，启封，先前吹出来一口。啥体？你是要将我罢了，是要将我领路？这个少年家长改版的玉梅娘娘，玉梅娘娘是要将我罢了嘞。啊，皇帝将我扮装儿子玉梅的小东家，要死个嘞！玉梅有小东家啊，这玉梅有是小东家，皇帝也有老东家的，还别结果里皇帝将我扮正扮中不错，晓得你是个女，登了外头不大方便。那么那你观察夫人扮玉梅，我要去扮儿子的。一方面，八大里向夫人梳妆打扮以备作业。平常的夫人相当善和，夫人啦不识字的，相当和气，到屋头打人一片的。平常身浪向欢喜着布彩衣裳的。今朝玉梅的风骨要扮都打扮，出来人见玉梅嘛，余仁忠已经拿玉梅领进来着。夫人要紧人上一步，哟，玉梅娘娘，妾身念及玉梅娘娘。夫人，快快平身。都是玉梅娘娘，来，玉梅娘娘，请上手。好，夫人，你已受了。是。手听屋头送上下面，但是夫人对一儿张面孔一口，奇怪，哎呀，这张面孔哪熟得来？不晓得你那个啥说，一儿看见你第一面，谁个让你这张面孔像是上上户看见过的？但是在这里仔细看看嘛。重温几个迷外，哪位果然能够说？哎呀，似曾相识。哎呀，啥然后几个呢？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们。到时候夫人想着，哎呀，我那盯那里看，不来管你是玉梅啊！我那盯那里看，对你不敬，皇帝晓得刚才男人出卖的。那么总要配对啊！夫人老实头，你不识字，不文化呀，个配对起来个闲话，七窍不离个。哟，玉梅娘娘，夫人，对待请问怎样？贵为玉梅嘛，怎会变成钦差大人的呢？虽然那个夫人啊，问出来闲话有点七窍不离，但不过一儿子果然你个位夫人亲切。像我那位贵为玉梅，眼睛一眨变成钦差大人，这个里向说出来像诗这个一本的。好了，大人浪费有安全，但你夫人讲讲吧。哟，夫人，想侬嘛，你是个孔明之人呀。还说在玉梅孔明啊，玉梅孔明老百姓非要活在。哟，玉梅娘娘。夫人，你身份显贵，真是孔明两字呢。哟，夫人，想你愚手不知，奴婢身
神。离杂地配不开人，比神人家终于替人容，口里头飞下的娘是后续神。听不懂是什么呢？那玉梅娘娘啥人不晓得？玉梅娘娘是好吃此言呢？夫人。奴偶虽那一杂贵品，从此美神走下神。哎呦，做一人，才碰着瓜子，哪里挂脱马不了把人家做地下人？哦！哎呀，屋里向不出也有点印象。你得知山东，我男人山东地方上顶大的官员，也有啥帮你寻寻娘娘看？玉梅娘娘，夫人，可曾记得带你家中的新言吗？曾记得当上双亲都几岁，爹娘从许家中真曾记得到神家与奴婆定得绿过于园林不记得爹娘生来伺候人不记得双亲伺候民。哎呀，做一人，同人讲，顶在吕国奴不成群，可惜爷娘姓啥叫啥不晓得，搿搭蛮难寻个。哦，原来真样你回来嘛，认得东山对奴汉，不打奴要回来打亲生
引得来呀夫人欢喜我，不但我下头三股青山能着啊，见我那书房间里向不读女婿呀。罗里想得到，本当一家人家考考我我，来呀赶来回乡之后，天伦之乐，团团悠悠。自从大王太子高仙之后，一家人家弄得来彻底不得，落岗失温口里浮生都是生能发过来一趟勾勾对对并说群那大法师为家谁气和心真是杀害拉父亲为也以黑报的不给人不继续太长年人也擦几人民太恨人心我为把那一世位居山东民大曲本之大有神人与天子黎明心与能你结间来兄妹成甚至一旦我千锤走天战斗的大衙门衙大神为我非理由心意夫人谁知银部只等这样，我遂逼做了钦差大人的了。乃是讲一番话，倒是干妻子夫人心酸的往事。哎，我还有个囡儿，还是不了寡子忘得的。我的苦事把了心里想个难过啊！一场毛病刚刚好，便让他男人讲，男人家逃不脱，本做儿子听我讲，听我唠叨。男人心里想还难过，上许多胎，谁瞒不住。男人要办案干，弄得里实讲，我心里想还难过。我想实讲，到下头讲讲吧，讲出来我心里想差点呀。被下头也蛮缺的，常常来分听些过年，三个听故事的，但蛮好听。讲到后来，非要我讲么不够，
我讲上句你都当我再下句，再等我讲不下去。玉梅今朝第一走来，讲点不难听听不要紧。哎，玉梅娘娘，夫人，你可追下，想老身也是一个口面之人呀。我一儿对你妈妈你家耍个男蛮家，我说我是口名人哦，你些些么你啊便是口名人噻。你二品的王凤夫人，你扣了罗大家。哎，不过夫人那是个事，但要问问看。啊，夫人，陛下夫人后出此言。玉梅娘娘。我是一美身走下人，在那蔡家庄人，我不亲近，到雨来凡是为来到蔡庄的必复招亲，进庄门提飞地府临门好，这个事体外头没人晓得。西王龙沟当来的必府招亲，小家是告不了皇帝。哦，也是噶。朝魏公帮同一上飞，10杠上10杠多，小家对皇帝好，引起的个人享受。蔡家庄半路平息。小家是跟皇帝进京在，临走的门前啊，那凡山门前拿蔡家庄的家当偷下来，全部送不了我。小家待我像妹子一个。说的好个。小家进京，我比蔡家庄的主人啊。我一定不忘记小家对我恩情。对，我哪来报恩呢？哪办呢？我想来想去，我只有烧香报佛。我是赵文祥。宋金人，我积极上场，终身临暴雨期见他的我祈求菩萨保佑，小家能够身体健康，平平安安。有一年之大，天冷，冷得冷一日。当然，这个辰光呢，大概微风扬出来了。冷得哪家？冷得来，刚刚人家马桶在结冰。是噶冷。冷啊！
我一出去烧香，身边被阿头打杀，说非要去灾，自家冷个天，刮风落雪，天寒地冻。对官，我说法，烧香要心神，心神则灵。我一定要去。手指脚趾，我去烧香，烧脱香走来，想不到，那走来碰上一桩事体在。我是烧香一把，归家去。在那些的之中，遇见也是生。雪地里向一个读书人昏倒了，阿玉起来啊！这人上去一抹玉气的，玉气的。举人一命，胜造七级飞度啊！对官，我关照举足去。举为张力，请郎中大理正马为好。刚刚动昏他。那不对。一方面郎中大理调理，等里人稍微精神好点，我去问。你哪位啊？对呀。你是你进京赶考。碰上强盗。铜地抢光嘛，吃药铜地、输药铜地、用药铜地，样样式离不开铜地啊！身浪向衣裳照剥下来去打到原来没啥打在，气候交啪昏到了雪地里。真三个。你是人去的碰上我举子里的性命在。对官，我是相见是友，阿弥陀佛，要喊好心才有好报。是的，你非常感激跟我说份你进京赶考，考期还有段辰光。放心，先养病，毛病养好，你要进京赶考，同地我来支持路浪向，我派人保护你到北京。夫人你实在做手事干，应当的呀。那么你用功勤读，考期将近顺利进京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哪讲？他是见精神，靠功名，在金榜之上。地面，他再到财中来写当恩，不忘记我救命之恩，把得来向我们是非要是要干。名利之了浪干，你用功勤读，十年后长，今朝你得中功名啊，你应得的。夫人你说的很对，想不到，但是突然之间，你不如都当我举下来，举下来，我一下得了，啥体啊？做啥家？像变戏法这个，白玉变出一枝玫瑰花。向我求婚来了。还是机会。旁边阿弟们在那上起哄，我搞不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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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是讲我搞不哩。搞不之哩，一个人家的过得蛮高兴的。我们两人。婚与
之下，美中不足，膝下负荷深。哎，没小奴呀，眼睛一傻，妈妈家3年没小奴。男人没水买不走，不晓有三夫后为大。是怪我男人死亡搿一子哎。我打男人说实个啊，来去套房些，2房不要紧，只要养小奴。男人当我是发，我的阿面难救个。不然我死也死脱在6房搿一子也没用。养得出就养，养不出拉倒。他有良心个。哎呀，不离这样一讲嘛，我极其高兴了，也难过。倘使养不出个小娃娃，我对不起你多啊。对啊，跟哪弄法呢？我想啥子？想着啥？求菩萨帮帮忙啊！我是张张。众生语，就送子娘娘，送子进我门。菩萨里你啊，烧香烧至半年啊，我与愿了呀。也恭喜夫人了。到年底，养上一个男人。哟，好乖。哎呀，不，他是高兴的嘞，晓得聚财合不拢，事业开心。你说先开花后结子。有自家种说法改。小奴一眼眼大起来嘛，花是开了，知道10分钟。小奴啊，讨人欢喜。是个生得标致。漂亮，好乖。外加活络。会活络。 6个月开口讲闲话还棒棒子。一举3，但是为敞开片大人样子。结棍棍。那个服帖得好。蹦蹦跳跳，奔进奔出，之前啊，看见底下人啊，侪还说说了而已。把人家侪欢喜哩，像李子这个一扎飞进飞出，大家侪叫你一儿。一儿心里咯噔一来，太奇怪，乃侬大姐一儿啊！那后来怎样？哪里这些？哈真不然啊！夫人，你此话怎讲？但我女儿5岁那年，怎样？出了大事了娘。出了什么大事了？玉梅娘娘啊！是我那年女小姐开花灯，那我女儿得入府中言，我只觉得天昏昏，地深深，一让大病，我便说完
亲。我死去派人来打探，到今朝为下女儿，她是与生。我女儿失踪至今，下落不知，生死不明哦。听夫人说噶一番闲话，那么动真，为啥夫人还讲自家口命人，那副口号？好不容易求神拜佛，求观世音菩萨救得来个人，3个年老把瓜子挂脱。哎哟，这看上去3姑娘的3个年老，才是乖看也当心点得来。关心啊，问问看。哟，夫人，飞向你家女儿，谁的身边，见你可有几岁了？3挂脱，足足拉拉11年子。玉梅娘娘，夫人，我那女儿10岁至今一日一载，却只数来应当青春16岁了。哈，你家女儿已是16岁了。玉梅娘娘，一字两字与哪个同根啊？哟，夫人真是巧极了啊！想我今年已是16岁呀。玉梅娘娘已是16岁。是啊，夫人，方才你大觉，你家女儿已见一儿么？夫人听见个举手，人离开灯子自家问过那个。玉梅娘娘，夫人，小女与哪个同名呐？哟，夫人真是巧极了啊！想侬了，一见一儿呀！想出来着，难为搿张面孔这样说。哎呀，搿张面孔我年轻的瓜子哦，金子照出来就这样话。阿位侬呐？我怎样？要想问来，也是我侬，无法这样问。吃你光到语文，搿个啥人？愚昧呀！搿么也是男侬呢？那要何为继续？